大家好，我是阿高。恁平常时啊，敢有看过安尼的铁通花？嘿嘿，对啦，咱今仔日就是要来铁通花工厂耍啊！哇，有龙呢！哦，还有金鱼，这无正看，不过敢若有真侪趣味的物件，咱赶紧来探险，行！的物件，长长的物件，哇，足赞的呢！安尼家私都拢找会到啊！我嘛要甲厝内的铁佗物仔挂甲亲像安尼，哈哈，哇，这看起来敢若烟火呢，室内的烟火。这敢若火星仔机呢？哦，这是拉空的物件。哇，真正有一空呢！哦，原来是安尼，烟火放煞。就会当甲铁条包起来啊！哇，这叫厉害的呢！我敢袂使试看卖。有够忝的啦！你的气力真大呢。哦，这看起来应该较简单哈。你敢要试看卖？好啊。袂使，伤重啊啦！等我大汉再过来试看卖。好啊，等你大汉再过来挑战哦。我爱加食一寡饭，才会当变强。哇，这是我呢。嘿啊，这是你啊，来，这送你。阿姐，多谢你！哇，我的心嘛咧放烟火啊呢，我足介意的，多谢。等你大汉再过来佚佗哦。好，够缘投的呢。哇，这是我今仔日的风景。哇！恁敢有介意即摆的探险？我真介意呢。